好，大家好，我係阿豪。我依家喺呢個位置咧，係金匯大道邊上嘅，身後邊咧就係我哋惠陽區政府一個天虹商超啦，4層一個商業綜合體。後面咧睇得到星巴克啊、麥當勞啊、嗰啲賣衫褲嘅嗰啲店全部睇得到。包括側邊咧都係一啲食肆嚟嘅。我哋呢個商超隔離咧係一個英之王商超啦，呢度行500米咧，前面咧係我哋承傑一中心一個商超嘅。可以話1公里內咧3大商超環繞嘅，我哋呢度去到半島河畔公園1公里以內去到得到，去到我哋嘅一個區政府廣場都係500米左右一個距離。咁今日睇嘅咧就係天虹上邊一個錦江國際嘅一套大兩房，而家跟住鏡頭去睇一睇。我哋嚟到呢套84.51平方嘅大兩房，首先入門嘅左手邊咧係有一個4個平方嘅一個空間嘅，呢度可以做茶廳、書房或者擺部電腦喺度都 OK 嘅。再過嚟咧係餐客廳一體嘅位置，成個空間咧加埋頭先嗰4個平方咧係有翻26.2個平方嘅。個客廳嘅開間咧有翻3.5米，都算比較闊綽嘅。再過嚟咧呢度係我哋餐台嘅位置啦，擺張6人台都係足夠嘅，而且係朝南向嘅一個朝向。前面嗰棟咧就係我哋三和醫院啦，樓底下咧係有公交車站嘅。我哋廚房咧係 L 型一個操作台，成個空間咧係有翻3.8個平方，雪櫃位、爐頭同埋個窗都係通天然氣嘅，個光線咧係冇問題嘅。個客廳右手邊咧就係我哋呢個陽台啦，成個陽台咧係有翻4個平方嘅。而家個光線咧都係比較好。早上喺度曬太陽飲下咖啡都係非常之舒服。個洗衣機同埋個兩三架可以設喺嗰個位置。我哋睇一睇我哋休息區裏邊嘅一個情況。首先係第一個房間，呢個房間係有翻8.2個平方，1.5米嘅大床，埋邊可以做衣櫃。角落頭呢度咧，我哋可以擺張梳妝台，成個空間咧係比較合理嘅。再過嚟咧睇一睇我哋嘅公共衛生間。我哋公共衛生間係有翻4個平方嘅，我哋剝咗佢，裝翻個馬桶，都係夠位置。最後咧係我哋主人房，係有13.7個平方嘅，1.8米嘅大床擺完之後咧，埋邊做到頂嘅衣櫃，中間呢度咧仲可以擺翻張電腦台或者梳妝台，成個空間算比較大嘅，比較好用。埋邊咧我哋可以擺部跑步機，都係 OK 嘅。我哋而家總結下呢套房84.51個平方，業主咧係35萬可以出嘅。優點就係呢度落樓，衣食住行樓底下可以滿足得到。1公里以內咧係有3大商超嘅，樓底下咧係有公交車站。去三和醫院咧，即係我哋後門就可以去噶啦。醫療、交通、生活樓底下就可以滿足。缺點咧就係我哋呢個小區到而家咧係有翻16年嘅一個時間噶啦，小區稍為老一啲。如果你有更多嘅房產資訊需要了解，可以隨時聯繫我。